国际新闻来关心，9月份的头一礼拜一是美国的劳动节。美国有上万的饭店的员工伫即天罢工，因的目标是要争取更较悬的薪水，会当补卡手来减少工课量。因为即个的罢工行动，毛会影响到真侪出名的连锁饭店。美国1万的饭店员工选伫拜六劳动节当假时阵，分别伫波士顿、旧金山甲丹香山市等8城市25间出名的饭店开始罢工行动。连锁饭店包括希尔顿、凯悦、甲喜来登拢有影响，因为即个当假差不多有100万的美国人出国佚佗。发起罢工的工会讲，敢若夏威夷上大城区丹香山都5000个员工罢工，影响当地10557间房间的房务工作。The strike right now is about better living wages for hotel workers,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a better pension. 工会讲，新冠疫情2019年发生了后，这段期间，真侪饭店人员被标榜无薪假。不过疫情了后，大忙的旅客增加，饭店却无增加人力，颠倒管理阶层常常互3个人负担4个人的工作量。工会批评饭店所爱干那速度，不是服务品质，同时互服务人员感觉真大压力。We're asking for a contract that is a modest contract, and the hotels are not blind to that. All they're worried about is their shareholders and making them the millions that they get every single year, while we're trying to survive. 对于饭店员工的罢工，凯悦饭店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有制定应变计划，降低罢工对饭店营运的冲击。万豪集团到目前为止也无回应。这场大规模的劳资谈判伫5月就已经开始啊，目前差不多有4万的旅馆产业劳工，当面临合约到期的转换时间，这嘛代表罢工的规模可能还会扩大。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